那么会当考虑家己，考虑别人，所以讲呢，伊会当先一方面享受家己，一方面会当成就了别人。所以讲呢，最后伊就当达到了这个家庭圆满啊。那么呢，姓名主角甲他，那么呢，伊为什么伊安怎去甲他？为什么要甲他？那么呢，就是伊内心妄想甲爱护，可比着咱做父母做父母呢，对囝心是百般的疼爱，感谢呢。尤其是这个环境，大家真侪拢明白。通常呢，家庭拢诚好，囡仔若要啥，就互伊有啥。甚至呢，人别人话，咱嘛想要互伊有就对啦。那么呢，咱的囡仔唔敢互伊食苦，唔敢互伊食苦啊。我就捌讲过为迄囡仔细汉的时阵，唔敢好做，唔敢教。嘛唔甘好学习，也伊囡仔人袂晓做，唔捌代志，就互伊去读伊的册就好啊。啥物代志呢，拢总家己做甲好。咱讲真正安尼敢好，安尼好，因为呢，咱的囡仔以后会变成是生活白痴，出去外口了后，伊唔知要安怎家己处理，所以讲呢，伊是讲者。父母伊有这种的心呢，不忍心看到伊的囡仔是安尼大人啊，咱拢甲讲做囡仔。你若做迄囡仔哪会晓行，迄就爱甲照顾好势，无咱等一个伊真正有法。你若无为不自家照顾咧，有可能会出错。咱以前是捌过嘛，伫迄个啥咧，起来找无爸爸爱妈妈，还是讲起来找无阿公。阿公安尼摕咧走，伊迄个窗仔拢闭去，我伫顶悬，我挂落来，伫几楼我跳落来，伊安尼伊真正办，像迄种伊都甲照顾好，就袂使。伊囡仔已经大到长大成人啊，咱就甲讲说细汉囡仔，那安尼这个囡仔永远袂大汉，永远袂大汉。那么呢，我咧讲遮，也就是因为父母咧重视对囝。迄个唔敢互伊食苦，你讲因为人咧讲地拢有好的物件，咱就较无钱，嘛拢硬接干，即互伊咧交讲是白好安尼啊，安尼真正，看咧迄种的心呢，会使讲是不得伊的这个出路呢，是社会上呢是交人的基础。所以讲个不断呢，物件，那么呢不断。那么惊伊诚苦，所以讲呢，会想尽办法呢去解决。那么姓名嘛是共款，那么姓名呢，伊就是为什么伊咧做法重要？因为如果他伊了解人生就是一个苦海，那么是听伊以外伫这个风云仆仆的当中呢，拢伫这个最新岁月的内底，那么呢看着众生，那么处处目睭闭睛，就是为了着练家己，唔知影讲别人是修行这条路，因为古菩萨呢，伊有管待咱讲，伊有管待咱讲，就是讲凡所有上该是是讲，无你安怎行，到最后就是拢是空。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那么伊用尽足济的这个办法，那么就是要家己护法，要家己护法，互伊来修行开道。那么呢，也就是讲，亲像咱的前辈才共款，唔通呢，咱伫人生内底过去痛苦，第一，咱讲修行的当改变命运嘛，敢是安尼？所以讲起来，咱有当时啊，家庭的福业、家庭的暴力来讲者，咱看到就是可怜，敢是看到可怜啦无论讲是做太太互先生拍，还是做先生咧互太太拍，敢有这代志？有啦无一定拢是查甫拍查某嘛拢有嘛为查某嘛是最上的嘛是有啦那么呢，而家看到伊的家庭呢，你再讲家庭无先家庭啦，爸无先爸，阿母无先母，这个家庭呢会使讲过到非常辛苦那么呢，伫
这个所在出菩萨，伊嘛讲希望所有的众生，嘛就是讲像咱大家完成着咱的佛法共款，因为咱知影，咱修学学了后呢，慢慢的气质是改无变，那么呢，自然语言呢会改变了就是这样。所以呢，咱大家就是讲尽量要去度因来，那么呢，请伊来感受这个道理，然后呢，来气味是改无变，自然这个家庭的福气呢，自然就慢慢的消失去。那么呢，自然就发觉建立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那么这种就是讲伫未来，免去轮回这些事。所以讲呢，佛菩萨呢，伊当的不舍，那么呢，甲爱护。而且呢，伊佫有迄份慈悲的坚持，慈悲的坚持就是他怎讲过，度这个人度十外冬，度足不度袂来，你嘛是咧甲度，安尼有坚持无？真坚持，而且你咧坚持，因为你有慈悲的心，你就是咧甲佛法研究的对啦。那么呢，就讲这个人他叫就叫得出来，但是你嘛锲而不舍，不离不弃的，嘛是一直咧甲叫，敢是安尼？因为安怎讲呢？你就是一种慈悲的坚持，有当时啊来讲千方百计，就伊若会出来，到富豪呢，借着出来的机会，感受着这个感恩所讲的这个道理，那么来改变了自己家。所以讲呢，拢会有一种慈悲的坚持，无论讲去受着偌大的这个困难艰苦，那么是无法听以外过程，咱拢有受着这个这个困难，所以讲呢，就是有一份那么慈悲的坚持，所以咱来学习。过去有足侪真人在天呢，拢会感谢啦，讲若某位人当时互我来引导，鼓励我来研究道理、听道理。那安尼，我真唔是安尼个，有可能呢。那么这个家庭的破裂啊，那么家己呢，那么就愈来安怎呢？咱讲好的做唔到，愈来愈歹。变成呢，是人生内底就无问题。所以讲起来呢，伫圣人来讲，伊就有不舍与爱护，那么呢，有了解一份慈悲的这个坚持。嘛就是因有了解这种的精神，才有法度呢来甲他。所以讲呢，你甲他呢，其实讲起来，若无有这两种的这个精神呢，其实是非常的困难。那么嘛就是因为有了解这两种的坚持，来成就了自己的德性，所以讲呢，伊最终呢，才会当成圣成佛。所以讲起来呢，伫大经甲咱讲，先诸无量，广度有情，才会当流布将来嘛。所以讲呢，先诸无量，就甲伊讲呢，咱爱维护，咱爱保守。那么呢，维护保守，也是讲当时。那么六祖呢？这个六祖接受了这个五祖的这个神法了后，得到这个神法了后，那么五祖呢，甲向六祖来甲伊讲，那么就讲你得到了这个神法，所以讲呢，你要安怎好好呢来保守甲保持，也是讲咱今仔日已经得到这个道，但是呢，借着这个得到。殊胜的这个因缘，把了这个道经、地经、天人经的这个因缘，好好甲伊把守依住我，要安怎来广度有情？因为安怎呢？上天慈悲呢，以当成普度，真道感谢当成普度呢，主要就是要广度有情。若有过去呢，都是单纯独修嘛，一个人顾一个人尔。所以讲起来呢，另外一种佛法呢，是买其实会使讲是真困难啊。一个人也会使讲是足困难。那么咱即摆呢，会当得到这个道了后，那咱会当好好珍惜依自我呢，咱会当鼓励着兄弟姊妹呢，会当来修行学道。互较济兄弟姊妹呢，会当来得道。那么呢，会当来纯纯的善友。互伊会当教咱修禅，经常呢来这个道场来写小讲办法，自然因就有法度来成就。嘛就是因为安尼呢，会当
这个留步将来，会当留步将来，这就是咱伫观点内底咧五组咧，甲咱讲的，这就是讲，咱较袂讲一言一言嘛，嘛较袂讲孤注着了这个天文组织，降到咧这个运费，所以讲咧，这个旨意真明咧，甲咱讲真真假假，思看依依实实当认真啊，人体天心添加好，心灵一贯多灵性，所以讲咧真真假假，思看透。那么咧，什么是真咧？什么是假？当然咧，讲到咱的真咧，就是讲咱的自信；讲到假，就是咱人心。人心，这个心是假的意思啊。那么呢，互咱看的这物件呢，伊拢是一个假象，是咱生到死，生到死呢，伊一种的自然利益，所以讲起来呢，伊这个假究竟就是，伊是短暂，它是无常，所以讲呢，咱若讲一个人100岁年老了后，咱人讲爱入破为安嘛。家佛因佛嘛，敢是安尼？那么呢，为什么爱入破为安，爱家佛因佛？因为咱的身躯所食、所用的，拢是为土地所产生出来的。那么呢，伊这是有形的物质，所以讲呢，终有一天伊会归太去。那么既然食佛，那么咱因佛化水归土嘛，那么到最后就是。化成为零嘛，但是讲到这个真呢，为什么咱人100岁年老，讲咱爱长地方？为什么呢？讲爱长地方？因为咱的真灵，这个真呢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垢不净的，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呢，就是讲咱人100岁年老了后，爱长地方，代表这个真灵灵性伊是不死的，只是讲伊要安怎回归倒转来到伊的本位，要安怎回归倒转来到伊的本位。所以讲伫这个心，伫这个心来讲起来，伊是一个完整嘛，伊是一个无常，伊会无去。所以讲起来，咱的一生拢是咧过这个敢会成就，敢会袂成就啦所以讲起来咧，咱若主张是为着这个咧拍算，咱未来这个袂成就。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什么是真诶，什么是假，咱一定要分好清楚。什么是因形，什么是关键。所以才我有讲啊，你看你用伊对，你就成就伊对嘛；你用伊遮就成就伊遮。因安尼讲，有可能你会大富大贵。但是先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你无建功立业，你的自信。